暗藏3年6个月，祝福你的话，早就写伫被内底。一通电话，换来一句再会，咱两人永远无挽回的余地。一脚背上，装满爱你的温柔，天生的鸳鸯，如今牵袂着你的手。沉重的行李，是我沿路的忧愁，爱到最后，你变成别人的新娘。希望伊会当爱你，听你亲像我，希望伊会当予你活靠亲像山，希望伊会当像你生命的温泉。你是我今生无缘的牵挂。希望伊会当爱你，听你亲像我，希望伊会当予你活靠亲像山，希望伊会当像你生命的温泉。你是我今生无缘的牵挂。阿成，老师好。阿成的声音非常好。然后你上个礼拜唱那一首是比较恰恰的歌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觉得就听你唱歌很开心，很舒服。那因为今天这个歌是一个比较抒情的歌嘛，哈，那感觉上听下来，就是你还是一样唱得很好，你声音还是很好，哦，没什么问题。可是呢，我就发现你2遍副歌，听到第2遍的时候，我会开始分心。那问题在哪里？就是你2遍唱的表情都一模一样。就都一样的东西，再来一次还是一样的东西的时候，听歌的人很容易就分心了。OK，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歌唱的层次的分配，还有你这一段要怎么表达，那你下一段一模一样的词曲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表达，这个就是考验唱歌的人的能力。好，这个部分你可以再加强一下。星辰老师好。我觉得你要唱像你这么刁地的个性哦，你要唱一种歌，要打动人家，一种感性来打动人家哦。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你要把你的坚强哦，你要想办法有1-2句要把脆弱显现出来。我相信哦，那一句唱出来，这个层次就会出现。好，谢谢老师。